Touch-free Touch-free 係一個非接觸式嘅控制系統，使用者透過手勢、身體姿態操作設施，適合不同嘅應用場景，例如病患臥床嘅人，以手勢向求助系統發出訊息或者要求，免得四處尋找遙控器嘅麻煩。操作位於玻璃屏後嘅展示屏，適合某些環境，唔適合安裝觸控顯示屏嘅商鋪。安裝大型顯示屏嘅商場好難同觀眾、遊客互動，透過 Touch-free 可以同一個人或者多個人互動。商場內嘅遊客喺隨意嘅位置向大型顯示屏留下紀念訊息，又或者多人喺大型屏幕附近參加多人遊戲，增加人流。又或者餐廳內客人如果有要求，客人只要舉手，系統就偵測客人位置，客人再以手勢發出指令。透過偵測姿態，可以開發養生練習教學程式，例如八段錦、太極，又或者各種講解展示，例如呢度係70年代香港仔嘅一個建於大石堆上嘅休憩公園，街坊係大樹下乘涼捉棋，係大家相約見面嘅地方。大樹更加係我哋大顯身手嘅遊樂場，係我哋高談闊論、談天說地嘅地方，偶然間都會吵架爭論。係我哋奇怪構想嘅發源地，又或者係躺平放空嘅地方。